伫咧宜兰有一间公立国小的附设幼儿园特教班，传出真侪囡仔去互无特教专业的代理老师，甲因起骹动手不当对待。家长甲立委，抑阁有人本基金会就批评教育处调查无够周至，阁甲调查报告认定做情节无重大。不过，即马教育处是出来驳回，讲因认定这情节重大，决定要互这个老师一档袂当过去教册，爱罚6万块，而且校长嘛爱罚6000块。 有指令将该囡仔互老师强逼有紧念数字，宜兰一间公有姓林的代理老师，互家长指控讲以职能治疗做体罚的借口。利用了小孩子口语无法表达，就有什么事情来伤害孩子呢？他口中的教育就是强迫、体罚等不当的行为，让小孩子的身心受创。 特教班另外一个有自闭症的囡仔，无伫时间内完成练习的动作，一个姓林的代理老师甲伊揪起来，又搁踢又搁站。进前这个囡仔嘛，因为饭食了伤慢，姓林的代理老师甲伊用惯的是行较好，导致我的孩子在用餐的过程中伤痕累累。现在孩子看到饭就开始尖叫大哭，且一口饭也不吃。 家长质疑讲，招3届接触到代理老师无特殊教育的专业，发生暴力事件，学校急哄无处理。也宜兰教育处调查报告竟然认定是非情节重大，记载人虐待。不过教育处回应讲，上尾是认定情节重大。最后的结果，他是1年不得聘任为教师，另外也处以6万元的罚款。校长的部分也。 处以6000元的罚款。解聘1年这个期间，他是不可以到任何幼儿园去担任那个教保服务工作。宜兰教育处表示，讲这老师已经离职，1档内袂使聘任罚6万，校长罚6000。最近的日无适任教师查询系统，各教处是讲，所来针对各县市主管机关伫咧认定违法对待结果，定一个全国一致的裁判标准，避免不当认定搁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